獨裁者係如何統治嘅呢？簡單嚟講，獨裁者都係同時間利用下述嘅3個辦法嚟令平民聽話嘅。第一就係靠國家嘅暴力機器，例如警察或者軍隊。但係實際上，警察同軍隊唔需要每一日都喺度出動，喺度打擊嗰啲反對獨裁者嘅人嘅。獨裁者只要令到平民覺得，如果唔聽話，國家就會出手嚟打你，呢份威脅已經足夠令平民聽話噶啦。第二就係分享實際嘅經濟利益。你可能會問，獨裁者憑乜嘢同手無寸鐵嘅平民分享金錢呢？但係實際上喺亞洲最近幾十年，唔同嘅國家同地區嘅獨裁者一直都喺度用呢個辦法。遠嘅唔講，就講最近幾十年裏邊獨裁者時期嘅韓國同台灣，甚至係香港同目前嘅某東方大國，其實都係咁樣。好多平民其實冇咁多偉大嘅理想，其實只要令佢哋食飽飯，以及有一個不斷改善生活嘅遠景，佢哋就唔係好介意俾獨裁者繼續掌權嘅。關鍵就係唔係每一個獨裁政權都有發展經濟嘅能力，例如好多非洲嘅國家同埋南亞嘅國家就唔係太識啦。第三，亦都係難度最高嘅，就係用所謂嘅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呢個詞聽落好艱辛，但係簡單嚟講，就係如何令到平民覺得自己嘅信仰係正義嘅。呢個就唔可以空手講白話，張嘴就說啦，一定要建基於某一啲紮實嘅主義，例如共產主義夠偉大啦啩，令全世界均富同埋解放全人類；例如愛國主義夠偉大啦啩，嚟守護我哋偉大嘅祖國。例如宗教夠偉大啦啩，令我哋嚟守護自己嘅神、自己嘅信仰，令到自己可以死之後上天堂。然後統治者就令平民享受呢啲精神上嘅勝利，但係平民亦都需要為啲精神上嘅勝利而聽從獨裁者嘅指揮，以及自己作出犧牲。再換一個簡單嘅話嚟講，就係令到奴隸們同埋被統治者覺得自己係偉大國度嘅主人、全人類嘅救世主以及神嘅選民。講就簡單，其實並冇大家想象咁容易噶。呢啲主義一定要透過一啲簡單易明嘅小故事嚟同愚昧無知嘅貧苦大眾，透過無孔不入同埋多樣化地不斷去宣傳，以及用暴力去排除嗰啲競爭對手嘅意識形態嘅挑戰，而且仲要不斷因應環境同埋形勢嚟調整。所以唔係每一個獨裁者都可以成功運用呢套方法噶。任何一個獨裁者都必須同時間利用呢3個辦法，先至可以有效同埋低成本地去統治平民。差別就在於點樣靈活運用呢3個辦法。下一集我哋河馬獨裁就會繼續為大家介紹獨裁者嘅統治藝術啦，記得留意啊，拜拜。